Hello，你好嗎？旅行係生活嘅一部分，所以每一個人嘅生活方式都唔一樣。有啲人鍾意去固定嘅商店同餐廳，有啲人想去探索未去過嘅地方，留下痕跡。無論你嘅原因係啲乜嘢，我都鼓勵你去旅行。你會發現好多人喺你生命中擦身而過，你會更加珍惜喺你身邊裏面嘅人。你會發現我哋唔需要太大嘅期望都可以生存。屋企唔再係一個物理嘅地方，而係由你去創造嘅。好多人都會擔心唔帶手機冇辦法去捕捉當下。其實我哋可以將手機設置為飛行模式，成為咗高級嘅相機同離線地圖，可以專心享受當下，唔使急住廣播俾其他人知你而家呢一刻。可以返到酒店有 WiFi， 慢慢回味呢一整日，亦都可以避免回覆信息，將寶貴嘅一日碎片化。希望你揾到屬於你嘅生活模式。